感情总是行同齐。怎样爱才会讲白？怎样分才会相识？你对阮的心，阮对你的情，予世界充满美丽。感谢你送我的花，感谢你所讲的话。无论情我深爱，我情总是伤害一个。莫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。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代价。咱行过这段路，亲像试半月。孤单放风吹，悲伤放雨飞。无论心我算风，我算感谢有恁两个。莫想遐尼多，无你怎样过？莫问遐尼多，予你的一切。阿德，阿德，是你哦，哦，给我徛一个。哦，哦，拉萨，一个房间有鬼人。我跟你讲哦，迄拄咧鬼吼，你看，你搁开下门安尼，慢慢来行入，搁行咧我边啊呢，我行咧叫我爱面皮啊，迄鬼吼，那亲像生个，生个这么快啊！哎呦，鬼啦！是啦，刚对过完说啦，那不是什么。汉啊，最尾啊是阮爸亲上的查某囝啦。甲阿妹啊，甲家讲哦，设计要假做，因为去互你放沙车跳河自杀的迄个查某鬼啦，啊，互阿妹啊妈妈看，才会通甲你赶走啊。啊是用下镐锁咸着房间啦。啊，我口是真正有鬼咧嘿。伊要来吓惊我，现在倒咧涂骹。我刚才短后面进来，他们看到我脸黑黑。哦，一定个看到你面乌乌，口是你是鬼，怎啊家己惊到着？啊，应该的啦，一步翻一步命。就是咩，家己要假鬼惊人，啊，结果去互人惊一个昏昏死死去，不然啥物恐怖去，哦，无啥啥。我来讲个尔，拜托你甲普拉萨吼，甲水花先送转去。好啊，敢用这款手段来对付我，啊，无想这办法吼，甲你教示一下吼，这边哪会使哩？有啊。阿妹啊，阿妹啊，好起来啦。好了，妈起来了。哦。到底是啥物怪物啦？我哪会感觉安尼啊？对对对，一定是我昨暗吼，甲水尾行开了，迄个死人就甲我装到安尼啦。我吼一定要找伊算账。因为啊，等我即马去找伊，我嘛就知影我昨走去伊房间，就知影昨装几个代志啊。这个死仔囝！我都唔相信我哦，免甲你这爱情骗出大错啦，赶出去阮兜！哎呀，哎呀，32条新闻哦，已经起11条啦，
惊好死好啦，啊！迄查某囡仔人好诶唔好啦，啊，受遐有空无损的来要害人，你以后甲恁老母共款。爸，你毋是讲阮妈妈做贤惠，参物共款，为虾米唔好啊？若好吼，你就乖乖甲公园杀做堆啦。爸，你莫阁叫我甲水花结婚啦！你阁听人讲，做着歹田望后东，娶着歹某一世人。虾米啊？你又搁讲我是歹谈哦？水性养花，敢是好某？哎呦，我气死啊！拜托，我甲你讲过足侪摆哦，我叫做水花啊，是水甲亲像一蕊花。你若搁敢讲我花哦，我就甲你抢花。哦，我惊你，我惊你，我惊你！差不多。爸，山后迄句万残，你都无要做啊？哪会使叫我娶水花啊？有道理。水花啊，你也讲，你有啥物路用啦？连讲话你都无爱对你啊！我看你规日去弄病。哎呦，爸，你若要叫我弄病吼，这是不要紧哦。要毋过，伫我要死之前，我一定要有我心目中的里奥纳多，对，爱过我一摆，安尼就会用的。安尼就三八话减讲两句啊！哈，厝的顾咧，迄个铺啊吼，安尼欠我20几块利息，互我走10几转收拢无，我来甲收着。哎呦，家公啊，你赶紧想办法甲阿弟赶走啦！吼，你啊免去互伊对去吼，我就无法度啊。阿妹，你起来啊！阿弟啊，一个外国朋友来，我甲你介绍。来，饮茶啦。啊，布拉萨，我甲你介绍吼，伊是我的新妇阿妹啦。啊，你是看到鬼哦，惊到安尼？阿妹啊，伊是乌人啦，是来咱这国家旅游哈，读的吼是土木工程啦，济人搁徛咧。对。啊，你日时啊看到伊就惊到安尼啊！啊，若昨暗伫我房间，若是看到伊，啊，你毋是去互惊到死死困困去？迄个时阵，人若家己安怎？看你拢毋知影吼。啥？你讲我去互安怎？对啊，比如说去互人金吗？去互人染吗？还是甚至乎去互人？啥？你讲我昨昏去的时阵，你甲我染，搁甲我金？大概无啦。什么大概无？这种代志咱讲大概哦。你到底有不了我的身躯无？你甲我讲清楚哦。袂记哩安尼，袂记哩。想袂起来咧。真气死！阿妹，这有啥物好气的咧？妈，你莫听伊讲哦。我昨昏去的时阵，伊甲我染，搁甲我金，无得讲哦，搁不了我的身躯咧。无啦。什么无？当你这种人，啥物代志做袂出来啊？好啦好啦，啊你讲有就有啦。啥？你真正甲我强去啊？讲强受歹听啦，不过大概是无啦。都是大概无。你，好，真正你袂着，我讨的啊！气死我！哎呦，阿妹啊，你慢慢安尼。阿弟伊是甲你讲屁就讲，你甲当作是真的哦。阿妹啊，你昨暗真是去阿弟的房间，混倒伫伊面床哦？当然啦。当然嘛无妈。哎呦，妈，我哪有可能是迄种吼，会杀鸡把妹走去查甫人房间迄种查某人啦？而且吼，迄种啊，遐尼袂见食代志，我哪可能做会出来？当然啦，阿妹啊，若无吼，去早就缀别人走啊，对无？哪有可能到即摆都是我好幸福？是啊，我吼拄啊就是伤过紧张啊，也是讲吼，我昨吼真正看到普拉萨，真正混到去伊的房间啦，真正笑死啦。好，害我就是讲我昨暗真正有甲染，有甲浸，搁有甲。对啊，你就莫搁创第一。好啦，啊
啊，就古欧阳助理。哦，故里的土地吼，我已经请乡长去咱斗找啊，咱等来工地吹，顺便甲吹一下。哦。阿弟啊，来啦，啊中昼吼，快早点来食饭哦。好啦。这人哪面色？啥？妈，我要来上班啦。啊，你在你哪未食咧？去吧，食要落啊。这个招生在事业以上吼，当转来回归咱雇用做一段路，无咱乡亲方便出入，实在难得。这是应该啦，我当下定下咧讲啊，讲这造福乡里哦，为着子孙后代，留一寡贡献，这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代志。但愿咱这个社会上吼，会当更较侪这企业家产生招生的理念。啊对，乡长啊，你甲我讲这个，咱要去高丽土地啊，你讲查出来是吉祥吉善是的吼？是啊，我唔对啊。啊，这个计数问题你甲伊讲无？也袂了，这是要做资深的事业，应该价钱方面袂计较才对。安尼吼，我安尼就麻烦乡长，你都要多费心呢。应该。到底有不了我的辛苦无？你甲我讲清楚啊！袂记你安尼。我真爱气死！阿妹，这有啥物好气的咧？妈，你莫听伊咧讲哦！我昨昏去的时阵，伊甲我揽搁甲我亲，有得空哦，搁不了我的辛苦咧。不过大概是无啦。阿妹，哎呦，阿妹啊，你来了拄啊好啦！我昨暝吼，差点啊叫迄个乌人惊死呢。你惊死也算好咧。我昨吼叫伊惊鬼了吼，叫伊死啊就甲我创你甲咪咪毛毛，而且哦，搁叫占班员。哈？你叫伊占班仪去哦？是啊，伊连探我昏去的时阵吼，甲我揽，搁甲我亲，我的心肝，甲你揽，搁甲你亲。我昏去啊！我昏去啊！哎，我这真是有这代志是无阿妹？我也无清楚。哎呦，啊你毋是讲伊是中山之人，啊啥物代志做袂出来？除了甲我揽，甲我亲我，你搁你还讲？起来！要安怎？哎呦，阿妹啊，你讲话莫亲像讲课有分大，一概甲讲我煞好无啦？你咱甲你亲哦，已经足严重啊咧。阿哥，你已经叫伊好势去啊！叫我真正爱分你，我为爱分你啊！我嘛要问你啊。伊讲，大概无啦。阿妹啊，这款代志哦，袂用咧大概啦，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。对啊，你是要我惊死是无？无啦。啊！哎，也毋过啊，也唔过，够也唔过，也唔过啥？伊昨暗食暗顿的时阵吼，竟然叫阮大家叫母啊呢！伊叫恁大家叫母啊！啊，这明明甲你当做爷某嘛！伊当然就是这种不良的气度啊！好。你为什么唔来令阮老爸叫阿爸？安尼，我就是你希望啊！就是啊！吼，这个唔正经呢，春晚要和我作对啦，我一定要找伊算账。咱找算账哪有啥物路用啦？伊也袂承认啊啦！瞧阮妈，一定甲斗相共。你想哦，只要要互妈妈相信哦，就去找迄个迄天咱相亲的时阵，叫阿弟放下迄查某囡仔来叫阮兜向妈妈证明，安尼妈妈哦就会甲赶出去啊！对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即马吼连去敲电话找伊吼。喂，请问阿管有伫无？啊？啊，当时转来。哦，我都一家讲啦。安尼我搁下面联络啦吼。多谢多谢。阮表兄妹也无伫啊，莫再转来呢。哎呀，哪会用爱明仔载才转来啦？迄人的心肝哦，已经甲伊揽甲伊浸啊啦，佮刷落去哦，就是要冲入你的房间，爬着你的面床，甲你迄个。哎呀，我就是咧烦恼这啊！袂用事，袂用事，
咱即摆吼一定要搁想一个办法啦，互你妈妈把这阿弟啊赶出去。斗想一个，斗想一个。铁刚，我较早咧搬戏时阵哦，我搬过这段剧情啦。阿妹啊，我同铁刚吼，两个化妆做一对老翁仔某，你才带我来见你妈妈。然后阮就伫伊面前啼哭哭，讲阮查某囝去互阿弟放杀自杀。你换一气之下吼，一定会将伊赶出去的。诶，这个办法真好真好。诶，行，咱今仔准备吼来化妆。好，行，快点来。哎呦，啊你想我拖你走创啥？你的房间伫迄边啦。哦。哎妹啊，唔通再徛你啊！快进来帮我化妆啦！一定比连续剧更加精彩。来去收起即摆因兜看剧本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决。想遐尼多，爱你无后悔，莫问遐尼多，爱你无。阿金啊，啊外口的霜啊，哪会乒乒乓乓啦？哦，阿妈，阿弟吼咧收你厝啦，咱即个地动吼，伊看咧倒歹啦。母啊，我迄几块空仔门吼，离离落落呢，都甲修理修理，要若无风太来就害哦。厝内面一个查某人，就是无共款。想到迄当时，母啊，你是搁想着你死去的囝期来啊？毋是啦，我是想我迄死无良心的，来当其时，嘛是我尔骨力的。死无良心的是啥？啊，迄死无良心的都，哎呦，若搁提起伊，若提起以后，我心肝头就足艰苦的。收机证啊！啊，讲完啦，是毋是恁老爸有代志，啊叫你来找我？毋是啦，我是要来恁兜看戏的啦。看戏哦。啊，这个地当，恁兜的电视拢弄看去哦。来，我开电视互你看。毋是啦，毋是看电视啦，是水花啊甲家讲哦，要假做老翁某来恁兜搬戏啦，一定做精彩，所以。是安怎水花甲家讲，要装作老翁某，啊来阮兜搬戏咧？我袂使讲哦，啊若无哦，恁会知影是伊要骗你，讲阿弟啊欺骗伊查某囝，害伊查某囝去自杀，安尼你才会甲阿弟啊赶走啊。水花啊，啊这办法太讲也袂好。安啦，到时阵吼，一定叫恁妈妈吼，举手就将阿弟甲吼出去。对啊，会记得，加较悲伤的。好啦，那我先带上吼。你可唔知啦？我上次我打开电视咯，去笑咧，陪笑咧咯。我一个爱情骗住啦，啊是啦，我还要出在死啦。对，阿弟啊，你要死我你啊！你碰到地命咯，碰死骹个大世纪哦！我一个查某囝咧，死甲遮大，你甲欺骗感情，啊害巴肚用啊遮大，甲放杀，还去跳水自杀，你要受哦，你要受啊！有这个代志？哎呦，你要是死老崩的哦，啥物无这种代志哦？啊，你明明害伊跳水自杀，尸体3天就浮起来了。欧巴桑啊，你讲对啊？唔对？恁查某囝白叔叔前几工才搬来遮，到我大娘呢？对了，想甲你大。什么啊？伊前几工才搬来甲你大？苦苦的一杯酒。想遐尼多，爱
呢多，爱你。哎，这搬来甲。什么啊？你讲伊前几工才搬来甲你住？对啊，伊就3工前才搬来，啊你哪会讲伊尸体浮3工啊？来，过来。唔对啊啦，阿弟的回答哦，甲咱事情讲的剧情无共款啊。安尼哦，我无才着搬落去啊啦。阿德啊，你对白拢唔对啦，安尼无法度搬啦，大家歹势吼，搁一间歹势吼，歹势。无了，什么对白唔对，佫无法度搬，你咧讲啥？三脚明明为着你跳进去，佮讲啥物搬去甲你大做伙啦！你唔通黑白讲，迄死人唔通讲算笑，迄条路哪可能爬起来？安尼啦，你先莫伤心吼，我叫你查某仔出来甲你见面，你就知影啦吼。Hello， 白叔叔的，来出来哦，人要找你啊。我在这里啊。爱你爱甲阮的心加几球，等你等甲唔家己太阳球，别人敢有可能亲像我温柔可爱的模样，像我情深意重牵你的手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，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，不愿搁再对你叫风流，从今放阮的爱真自由。苦苦的一杯酒，希望会当解阮忧愁，雄雄干杯，从此不再想。苦苦饮落一杯酒。